28歲嘅阿恒係典型嘅精英老毛，身為高級專案經理，佢嘅台上永遠堆滿咗紅筆標注嘅進度表。阿恒有一個根深蒂固嘅座右銘：等呢個專案順利結案，我先至能夠鬆一口氣。到嗰個時候，我先至會真正快樂。佢生活喺極高壓狀態下，深信唯有熬過焦慮，忍受胃痛與失眠，先至係通往成功嘅唯一捷徑。直到一場物流系統連鎖錯誤爆發，阿恒喺熒幕前枯坐4小時，大腦卻像被礦乾嘅海綿，完全轉唔喐。呢個時候，佢嘅導師老陳走咗入嚟。老陳睇住佢緊繃到發青嘅臉色，直接合上咗佢嘅電腦。老陳強行將佢拉到陽台，指住樓下嘅街頭藝人。起初，阿恒覺得呢個係浪費寶貴嘅救災時間，但睇住藝人誇張嘅同隱形氣球搏鬥，嗰種純粹嘅幽默感，意外咁擊穿咗佢嘅防備。阿恒由微笑變成大笑，最後狂笑咗10分鐘。喺嗰一刻，所有嘅重擔仿佛消失咗，奇蹟發生咗。當佢再次睇向物流清單時，原本死結般嘅邏輯突然鬆動，佢瞬間捕捉到咗系統漏洞。佢意識到自己過去嘅人生公式搞反咗。佢一直以為係努力先至成功，最後快樂，但科學真相卻係先快樂先至成功。當大腦處於正向情緒時，釋放嘅多巴胺與血清素能夠瞬間點亮大腦所有嘅學習、創意與解決問題中心。喺焦慮模式下，大腦處於生存模式，視野會變咁窄；而喺快樂模式下，大腦處於擴展模式，能夠睇見全局。從嗰日起，阿恒開始實行快樂優先，團隊唔再係追趕進度，而係分享微小嘅成就與感謝。團隊嘅生產力不但冇下降，反而呈指數級飆升，因為大腦不再撥出能量去對抗恐懼，而係全力投入。阿恒終於明白，快樂唔係成功嘅獎勵，而係成功嘅燃料。與其喺黑暗中摸索，不如先點亮心裏邊嘅燈。有咗光，路自然就會顯現。